立法院要审查明年度的中央政府预算，不过专家总就批评讲，去年才拄完成公教人员退抚基金半部法制化，想要到今年半部金额只变100亿，和公教退抚基金的精算金额差了太济啊！伫总统蔡英文手内接过讲座，教育部伫教师节进前举行今年度的师导奖、教育奉献奖加资深优良教师表扬。感谢因伫教育第一线长期无私的奉献。我也希望各位老师能够继续发挥专业和热忱，一起让我们的校园有更丰沛的学习成长的能量。这回的预算已经将近4000亿哦，不管是行政工作的减量，不管是让老师在专业发展可以持续不断的来向前。就伫教育部颁奖表扬优秀教师的时阵，部长潘文忠讲到，明年的整体教育预算要加4000亿，未来还会强化行政检查等作业。严过全教总甲立委开记者会，批评政府去年底虽然完成公教人员的退抚基金半部法制化，严过半部的金额第一年就严重跳票。以考试院这边的一个计算，如果分10年，公务人员要每年拨194，教育人员要123亿，总共317亿。最后行政院编出来是公务人员加教育人员共100亿，打折、打折再打折。立法院将会审议明年度的中央政府预算，全教总要求调下党团谴责行政院，并且要求重新编列退半部基金，同时请全台湾的公教人员伫9月27发动网络顶的抗议行动，呼吁政府依法半部基金改正错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